正念係一種有意識專注喺當下嘅心理狀態，旨在培養觀察力、減少壓力同埋提升身心健康。簡單嚟講，即係有意識地、不加批判地專注於當下嘅體驗。專注於當下，即係我哋有意識咁樣觀察自己當前嘅體驗，包括你嘅呼吸、你嘅身體感覺、你嘅環境，一啲你聽到嘅聲音、你聞到嘅氣味。而呢啲思考都會係我哋有意識嘅，即係我哋主動去選擇注意，而唔係被動咁樣等佢發生咗我先感受到。跟住就係非判斷態度，我哋要接受所有思緒同情緒，唔會嘗試改變同埋抗拒。呢一點亦都好重要，即係我哋自己觀察自己內心或者一啲外在經歷嘅時候，唔需要判斷佢好定唔好，啱定唔啱，中意定係唔中意。我哋只係單純咁觀察佢原本嘅樣。所以正念唔係要清空你嘅思緒，呢樣嘢亦都幾乎冇可能。我哋個腦本身就係我嚟諗嘢。正念就好似觀察一條河流，你嘅思緒就好似水流一樣，有快有慢，有衝擊有平靜，而你就企喺岸邊睇住佢哋流走，而唔係跳入個河入邊，或者沉浸喺水入邊。依家了解咗正念嘅定義，咁練習正念有咩好處啊？點解我要咁重視佢？學術界對正念做咗好多研究，亦都證實咗佢係對身心健康有明顯嘅好處。第一，減輕壓力同焦慮。透過正念練習，我哋學識觀察自己壓力嘅來源，身體對壓力嘅反應，同埋會練習以更加平靜嘅方式去應對，唔會當壓力唔存在，或者我睇佢唔到。第二，提升專注力同埋工作效率。分心係現代人一定會做嘅嘢，正念練習就幫助我哋訓練專注當下嘅能力，減少思緒嘅游走，從而提升學習同埋工作嘅效率。第三，改善情緒調節能力。當我哋唔再帶任何批判嘅態度去觀察情緒嘅時候，就會更清楚認識情緒嘅起伏，學習點樣同唔開心相處，而唔係想壓住佢或者唔俾佢出現。第四，增進自我認識同同情心。正念可以令我哋更加了解自己嘅內心世界、思維模式同埋情緒反應。呢啲自我了解亦都可以引申到對其他人嘅理解同同情，對我哋社交都會有幫助。第五，提升人際關係。當我哋更加專注於當下，不帶批判咁聽人講嘢，溝通自然會更加有效，關係亦都會更加密切。正念減壓課程係由美國麻省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所創立嘅，腦結構嘅功能上都會觀察到有好積極嘅改變，譬如同情緒調節有關嘅腦區、前額葉皮層，佢嘅活動都會增強。相對地，關於恐懼同埋焦慮嘅腦區、杏仁核嘅活動能力就會減弱。呢啲科學證據都證實咗正念係可以改變我哋嘅身心狀態。下一集就會同大家分享到底係點樣實行，同埋可能會遇到嘅挑戰。